到了下午，我们又来到了叶挺的纪念馆了。然后在纪念馆里面，我们呢又能见识到先人的一些历史啊、经历等等，这些都是一些很难的一些经历。然后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纪念馆一次次去深入的了解到，以前只是在课本上这样当一篇文章这样看了而已。这2次体验都让我感觉到，祖国的进步是越来越强大了，然后也让我感受到祖国的繁荣。希望回流行动力持续办好万名青年到回香港青年实习计划，帮助更多香港青年到回流寻梦、筑梦、圆梦，促进惠港青年交往、交流、交流。希望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将实习所获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我们将为更多的香港青年朋友来惠州实習、生活、就業、創業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共同為大灣區發展貢獻力量。好多謝你哋為香港青年嘅朋友提供咗咁難得、咁難忘嘅學習同埋實習嘅平台，內地嘅實習經驗為我哋香港青年朋友打開咗呢個機遇之門。我期望你哋能夠喺實習活動中感受到惠州發展同埋嘅風土人情，希望你哋可以從惠州出發，更好咁樣了解祖國、認識祖國。